会停吗？一直会停啊？生病了。没有生病啊，应该是昨天睡不好哦。好，冇事冇事，佢一波一路俾你嗰邊啊！你想幫我嘅時候，佢係咁推我波；我想佢想幫你打球，佢唔會俾你打旗咁推我波，佢死嘅。佢仲係壓咗你，唔會俾我哋波打啦。係啊，佢又俾我波，一球過埋俾你波啊！我今日打好多次啊！今日唔順，我都係啊！你睇我一時打勾，一路打一路。那种角色，也没有吃不饱。我在一吃饱我就要睡觉，我一吃了饭了嘛，3个小时我就要睡觉了，习惯了。那我今天是以前我是吃晚饭，现在我是吃晚饭了，不是微小，不要每次吃那么饱。但是我才能讲，他说我，如果没有做，我觉得我现在不能拿捏了。很明显我没收就看到你的错，因为我看你说当时你知道吗？我看那个视频。當佢自己死啊！我睇到你吹啊！邊都上我睇到你吹啊！喂，打完啦？打冇啦，攞波爛晒啊個波！我现在没有，这一个水平都有多少？越找越近。
因為我哋一齊打嘛，一人一件。